来分析一下。好 ，MP 呢现在是刚刚撑开个喇叭口，这种情况，这种走势还可以继续追的，但是有点追高了，大家知道已经追高了，但是还可以追。主力位是在哪里？主力位就在这里，大家注意，这根 K 线的顶部是它的主力位，标出来。这根 K 线的顶部，这根 K 线是什么？是12月5号的顶部，它的开盘价63块6 ，63块6。你看现在62块了，很快就到了63块6是它的主力位，所以今天买的就用它的开盘价60块钱做防守。如果你现在买的就60块做防守，可以买，想买的还是可以买，做好防守。但是看它这个蓝线能不能突过去，如果突过去站稳了，再往上冲的时候还可以再买。如果冲不过去，它就会回调下来了。好 ，YHB 这一位会员问奈飞啊，我们看一下 MFLX